曙光风起来了，我是哲伟，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是哲伟。暑假过一半了，你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呢？在这边呢，我要介绍今年很棒的一场亲子音乐会，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段精彩的片段。就是你。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8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好棒棒巡演开始了！哇，这个好棒棒的团队今天来到现场，我要好好的问一下，这好棒棒是有多棒棒呢？让我们欢迎好棒棒团队的艺术总监谢欣芷谢老师。大家好，我是谢欣芷，我是好棒棒团队的艺术总监。老师你好，紧接着要介绍是好棒棒的这个监制蒋国宏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蒋国宏，我是强尼老师，我是这一次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的音乐总监，不是音乐总监，音乐总监是他，都可以，都是是监制，对，我是监制。2位好棒棒的这个灵魂人物来到现场，汾阳亮啥哈？这个我知道国宏老师，要叫你叫强尼老师，强尼老师是客家，一半客家人吧？一半客家人，我妈妈那边是客家人。哦，那边哈干你。惨了，我不会听。哪里的客家人？没有啦，我不会听。我妈妈是苗栗这边的。对。好，那酸哈港人，他的脸看起来客家人的脸，客家很优秀的。是的，是黑毛，是的，非常。我们这次创作团队里面有很多客家人，真的。对，我们那个谢淑静导演。他是对，现在在线上非常棒，非常厉害。你知道谢在客家也是大姓吗？这个我要叫谢老师，欣芷老师。欣芷老师，叫我欣芷就好。对你很厉害，这个有语言天分，有音乐语言天分就不一样。我刚刚讲他听得懂哎，对他听得懂，反正我听不懂。那我要讲胎嘎后，那还掐形字，我的名字。对，掐形字，预备起，胎嘎后，我还可以掐形字。好厉害，好厉害！不过一开始看到这么棒的影片，我刚刚就跟2位老师说，我说怎么这么好看的影片呢？我都好想要去参加哦。先介绍一下，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这次活动这个亲子音乐会的内容。对，这个亲子音乐会呢，其实呢就是为配合我们这样子的最新专辑。哇，最棒的就是你，最棒的就是你。对，这是我们今年的嘛？对，今年2016的全新专辑哦。是。然后呢，因为去年呢，我们有一场音乐会，然后那音乐会很早就把票卖完了，大概台北的票，这也是秒杀的概念。对，台北的票1个星期就没了，然后那个所有我们去年演8场。然后巡演就是1个月内票全部完，是，然后就被大家念惨了。为什么这么少场？对，为什么这么少场？然后所以本来想说休息一下，是，然后就应众要求，只好又办了1场。哇，所以今年呢，大家更期待，对不对？对。到目前为止大概几场啊？现在开了11场。11场，好了，观众朋友啊，11场哦，这11场你们要好好的去抢票。我要问一下票怎么样？应该是卖得非常好。台北现在已经加开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了。但是呢，台中跟高雄都还有在开加场。太好了！如果台北没有朋友，都到台中、高雄去也是不错。就当新竹也有哦，最多客家人地方。对，就当做是夏天的旅行，对不对？好，但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活动内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要请这个强尼老师说一下，这一次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时区交错的概念，是不是？
对，这一次我们比较特别的做的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那个体感侦测的互动投影。哦，体感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是。那在音乐会里面呢，我们希望就是多鼓励、多促进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来跟我们的互动，一起来跟我们跳舞，一起来跟我们唱歌。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有几首歌会用这个新的科技来帮助他们鼓励他学那些舞蹈啊。我觉得最主要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又更多了，对不对？跟去年不一样，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音乐会，但是它又是一个教唱会，就是它有教育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在台上示范这一些动作啊、舞啊，目的就是希望说家长回去可以看的音乐会，他觉得很棒，对，他回去可以在网络上找影片，然后把这些动作学起来，就不只是听，不只是看，还有触觉。对。好，赶快先讲一下触觉。先讲一下这个几个场次，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当下呢，我们也要赶快让大家去抢票。对，我们8月6号开始在台中，是，然后台中有2场，8月6号2点半、7点半的葫芦墩文化中心演奏厅，是。然后8月13、14。就是台北场对，星期六、星期日2点半、7点半，然后10点半跟下午2点半。然后最新内线消息是，请说。星期六那一天的2场全部已经完售。星期六已经完售了，怎么办呢？然后星期日下午的，就是14号下午的那一场呢，也快要走光了，所以我们就对大家非常的好，开了早上10点半的那一场。太好了，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太早起来，你知道吗？对，不知道。算，就赶快带他去音乐会，下午回家吃个饭，还可以午睡，多好。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北部抢不到，中部也抢不到，我们再往南走啊，好不好？是。那8月20呢？星期六，8月21星期日是分别在2点半、7点半跟星期日的下午2点半。哇，在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的演艺厅，对不对？当然我觉得很棒，在客家人很多的地方就是新主场，是。这算是加开的吗？这不是新主场，本来只有星期六，星期日现在是加开的。哇，对，因为星期六晚上的票也走得差不多。我看啊，全台湾各地的朋友，这不得了了。我想现在有高铁哈，彰化什么哪里都要开，都可以去。好，如果相关的讯息可以洽询哪里呢？可以去蜂巢音乐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来我的那个粉丝专页嘛。你的粉丝专页是用客家话说吗？不用，用国语说就可以了。幸福国的南仔歌，那个南就是一个国字的国里面一个女字，对，然后对南仔歌谢欣芷谢欣就可以了，好不好？直接搜寻谢欣芷最简单。其实对，就看到谢欣芷旁边前面一串话。是谢是哪一个谢呢？谢谢的谢，欣向荣的欣。对，只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停止的止。是，这样很清楚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怕我们等下聊得太开心，毕竟碰到音乐人，然后碰到我们都喜欢小孩子，我一定要好好的说。不过我比较好奇的，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就是接触过小朋友嘛，因为我在小朋友的节目里面是哲维老师哈，那我就很好奇了，我说一定会有人问你说怎么办？我的小朋友很失控如果你们要怎么样让小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带你去看这个音乐剧了，音乐会了，互动亲子音乐会，我怎么样让我的小孩子能够安安静静坐在里面听？其实这一点呢，是很多就是父母他们很担忧，就是会觉得说，我小孩2岁3岁，我小孩5岁6岁，对啊，在家就是你叫他看书或者是写字就看不到，因为其实这一点你非常的，就是我自己在音乐教学那么久，我知道其实小朋友专注力只有15分钟，那可是这个坐在那边看音乐会这件事，其实可以透过行前教育这一项活动来培养的。那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行前教育，跟我的小朋友怎么沟通？其实就是这些小朋友呢，他必须要先了解说，去音乐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必须从头，而且是讲的，就是我们有些大人觉得说很平常的事情，排队买票这些事情，上网买票，对小朋友来讲都是大事。对，所以你就要甚至你可以给他参与，
你从买票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好，妈妈现在要来上网买票喽。我懂了，就对跟小朋友一样，我就说我们一起来完成任务。对，我们用这种方式让是小朋友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对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定好的规范。对譬如说，我们一步一步走到哪里的时候，类似我们要寻宝啦，或者说我们在这几分钟之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对对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干嘛？对，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上厕所或什么，对就是你把所有从进场、售票进场到中间休息会发生什么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样事情都跟小朋友讲，然后甚至就是说一些用讲故事的方法跟他们讲说，在表演的时候你要尽量安静，或是你真的很想跟妈妈说话的时候，你要小小声的说，对，你要就一直不断的跟小朋友说。那你不是说一遍小朋友就会记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要提早1个月就开始做。是。那对监制来说呢？因为你是可能父亲的角色嘛，比较不一样。没有，不会比较不一样。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1岁半的小女儿，那我现在也是就是跟新子老师大概一样的模式，是做什么事情之前一定是要跟他讲，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要去音乐会喽。是，那像是这一次音乐会，我自己也是坐在后面看，我也是会带我女儿自己坐在后面看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也要跟他讲说，好，我们现在看表演。那那个新子老师在台上哦，虽然你每天看到他，但是呢，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可以不用站起来打招呼了，对，你就看看他表演。那他开始带动作的时候呢，就像在家里练习一样，我们一起跟他唱歌，一起跟他跳舞。对，就是透过想象，然后甚至说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图书馆。有很多其实关于音乐或是音乐会的绘本，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去借，然后把你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实体化让他看，或者一些动物在演奏音乐，那他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你可能要怎么样？对，好，那我们等下休息一下，回来还有更多音乐会的内容跟你们说，待会见。不要告诉他，他听不懂。换一个，来，紫色的这个。怎么办？小峰的机制真的太严重了。
众呢，放起来，大家看到按精彩、按后看2015年的这个亲子音乐会，今天来到现场就是我们好棒棒团队的音乐总监谢欣子谢老师。大家好，我是谢欣子。还有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监制，这个蒋国宏老师。大家好，我是蒋国宏。不要紧张哦，我们你知道碰到音乐人，因为这是不熟悉的语言，对，但是人不就是这样吗？有时候你在做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碰到对，你碰到不熟悉的小朋友，我们也是一样都在学。就像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2位，我就一直觉得你们真的是佛心来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小孩哦。我们来先回到刚刚那个2015的这个演出，这个演出叫做走吧。我们唱歌旅行曲，这是去年很精彩的片段，对不对？在哪个地方啊？去年是在中山堂。中山堂，哇，那个感觉是盛况空前啊，整个都挤满了小朋友，对不对？其实我们真的那时候很紧张，我们那时候我们去年是第1年办音乐会哦，然后以前我们都是交唱会，那交唱会大概就是20个、30个，对。然后去年是第一次1个月内准备一场音乐会。然后没想到这个反应这么的热烈，而且我看到不只是欣子老师啊，还有其他的成员，对不对？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团队又不一样了，因为今年这么多场，一定人很多了，对不对？对，今年团队除了演员有增加了，像我刚刚有提过，我们请到谢淑静导演，那他真是一个超厉害的导演，很棒，就是他是一个客家人，要强调他刚很有喊然后他是就是他是在音乐剧，就是那种跨界音乐结合戏剧非常有名的人物，是。然后呢，我们编曲他的很多作品都入围金曲奖。对，谢汉阳先生他也是客家人，他很困难很强哦，全部他港人。对，我本来要推他们2个来，是不是？来跟这位哥聊。哦，没关系，下一次还有机会。对啊，然后呢，我们今年就是刚刚讲，就是除了这些团队之后，我们今年就是找了很棒的灯光师啊，还有舞台设计，然后整个舞台呈现就是非常质感。是因为我看到去年我们是比较贴近大家，可是今年因为场次要多啊，大家都想要看呢，对，所以我们才会有刚刚在第1段节目讲到监制说的，我们这是做那个互动的部分，对，体感的互动，对。这一次的场次跟人数啊，都是去年的再加倍，加倍再加倍。哇，我想不只是我期待，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和小朋友一定非常期待。不过呢，福气来了，来择偶的节目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我刚刚看到一段欣子老师在念这个故事，你可以现场。是我现在欣子老师上身的吗？欣老师好，我爱小朋友。欣老师好，我想要听故事，可不可以？老师来告诉你一个小船的故事哦。好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艘小船，小船的梦想呢是环游全世界。但是呢，其他的大船都笑小船，你太小了，你怎么有可能环游全世界？啊，为什么小船太小呢？这艘小船它是住在瓶子里的。哦。有一天呢，暴风雨来了。然后呢，所有的大船都躲了起来，因为他们不想要被暴风雨吹熄。但是呢，只有这瓶中的小船呢，他就是乘着他自己心中的一股热血跟勇气，他就这样出发了。哇！然后乘风破浪。对，然后他就去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是。当小朋友在问说：“小船呢？小船呢？小船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到哪里去了，老师？有一天呢，你仔细看到你家周围的海岸边。不管你在什么国家，你仔细瞧瞧你家周围的海岸边，也许你就会看到一艘在瓶中的小船，正在快乐的航向全世界。哇，感觉好有画面哦。对，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专辑也有关系？这是这次专辑里面的一首英文歌哦。对，老师可以来一段吗？真的吗？快点拍手，快点，现场朋友拍手。刚刚没有敲到这一段吗？我唱副歌的部分好了。I hope you go not afraid to find your own way to stay afloat. I hope you know you always have a place to go, always a way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他这个就是说，这首歌很特别，是他在设计，他在讲故事跟中间有一个很像 chorus， 就是很像一个副歌的地方。这副歌呢，它就是以妈妈、爸爸、老师的口气，大人口气在鼓励你的小孩说：“我希望你冲出去，勇往直前。对，我希望你不要害怕，是因为最棒的就是你。对，你永远可以找到。”
到你自己的出路，你可以永远可以找到。可是老师，我有问题。这位小朋友其实我有问题，老师有问题，就因为像我也有在这个小朋友的频道里面嘛，对不对？担任这位老师，还有我们碰到很多哥哥姐姐，在我的印象中啊，儿歌怎么是这么成熟的唱的？不是就是你用娃娃音可以吗？没有办法，你真的吗？你先用一段不要唱歌，你先用一段娃娃音讲小船的故事。可是你不觉得我声音本来就很娃娃音？对不起，那我们可以更娃娃音一点，就是那个默默台姐姐那种。对，大家小朋友大家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首等一下，国文老师你来一个，我完全不行啊！你说很久很久以前，哎，我可以，各位小朋友好，我是这位老师。很久很久以前哦，有一艘船，这样恶心吗？这可不可以？这样应该是说，这个是戏剧效果是可以，但是呢，很多教养专家都在鼓励父母，你的小朋友在成长、在语言发展的阶段，你不要用娃娃音跟你的小孩讲话，你要用正常跟大人交谈。这就是我要跟老师讨论的，因为其实啊，我们都把小朋友当做是对，你要讲叠字啊或什么。No， 其实小朋友是很成熟的，特别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要说什么，说我们自己好了，其实有一些记忆是在我可能5岁啊6岁，其实我是有记忆的，那个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尤其是你越小记忆其实越深刻。所以我觉得2位老师很厉害的是，我们要打破很多家长也好，或者是教育学者的一些迷思，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更棒的是，除了语言，还有音乐。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要好好的讨论一下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剧里面创作的音乐，好不好？好，等一下再来，不要走开。老师，刚刚我们就聊到这一张最棒的就是你这张专辑，对，刚刚还唱了歌，还娃娃音，哎，我应该一回来就是说，你接下来就是最棒的就是你。好了，不要闹了。我要讲的是说，老师，我觉得这一次的音乐剧也是，就应该说每一次的音乐剧，你们都有很特别的专辑配合着这个亲子音乐会进行，应该是说亲子音乐会来配合我们的专辑，对，因为亲子音乐会它是用我们历年来所有的专辑，是，然后所有里面的音乐创作，对，那所有的音乐创作都是老师。对，大部分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娃娃音的迷思？你看，像我们，像我们有时候也想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听儿童音乐的很少，他们喜欢听大人的音乐，对，流行的音乐，对，选秀节目，对，小朋友都在唱大人的歌曲，因为资讯太发达。对，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小朋友不喜欢听娃娃音。他们喜欢听正常大人的唱歌，正常就是爸爸的唱歌，正常讲话。对，所以连带的他们在听流行歌曲的同时，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大人的歌声。哦，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这里面除了大人的歌声，其实也有小朋友的歌声，也是有小朋友的歌声。可是小朋友也没有很刻意，没有这些小朋友，他们是平常小朋友怎么唱歌他就上来。为什么要把娃娃音拿掉呢？是因为一般的娃娃丁，或者是说你找训练太好的合唱团的那种唱歌，在一般大众小朋友听，他们会觉得说，哎，这跟我距离好远。对，跟我距离远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听。对，就会有距离了嘛，就不贴近了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用那个你一般小朋友怎么唱歌，我们就里面怎么样唱歌，最自然的方法。是，一般大人怎么会跟小朋友唱歌，我们里面就怎么样跟小朋友唱歌。刚刚是欣芷老师说，那我就要问一下监制了。你看，他不能老是听我们聊天而已啊。OK， 得要说一说监制要做的事情嘛。我的意思是说，这次的音乐会啊，你会建议家长，譬如说，如果已经先买了专辑了，我要怎么搭配这次的亲子音乐会，跟孩子互动，一起来参与这样的音乐会呢？哦，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我们就是鼓励家长在行前教育的时候。多让小朋友听专辑，是那小朋友听音乐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一些反应，就会熟悉。对，那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亲子的互动的一个关系，它也是一个活动。在家里我们就是听专辑，一起唱歌，是对。那我们也有一些在 YouTube 上面的舞蹈动作，是家长也可以学着做。那这样子的时候。
让小朋友感觉到说，我们做家长的有在陪伴他们。对，像我们很注重的一个观念，就是让家长要花时间去陪伴小朋友。那我们常常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市场上很多音乐室或者是电视上面的节目，是让小朋友，我今天家长放小朋友在电视前面半个小时，我就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对，大家的观念是错的。对，我们现在是尽量是鼓励，就是说，如果看电视跟小朋友一起看，如果看 YouTube， 我们也是跟小朋友一起看，听音乐跟小朋友一起听，然后跳舞动作什么东西是跟小朋友有互动的，有这个陪伴的，有这个关联的，这样子对小朋友心理跟他们的成长才是好的。所以我一直跟很多爸妈讲，还有跟小朋友灌输一个观念，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它不只是完成这件事，我觉得是陪伴。对，就像我们去看这个亲子音乐会，我觉得我们是看了这场音乐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精神意涵是陪伴。那我要问老师啊，老师，那你刚刚有聊到说，现在小朋友都在看选秀节目、听流行歌曲，我如果身为一个家长，我应该如何帮小朋友挑适合小朋友的音乐？第一个呢，家长听了开心，自己要先喜欢，因为小朋友重复症。他同样东西，他喜欢会听10遍、20遍。就像小朋友看那个卡通，他可以看100遍，还是看。对。然后第二个，所以你要第一个家长自己要觉得先好听，要不然你听10遍、20遍，那妈妈应该自己会受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歌词的内容是不是够进化？就是说我不会觉得说小朋友一定要听儿歌，其实小朋友他很适合就是多方面去接触各种语言，尤其是客语或是。英文或是河洛语，各种族群，族群，我就觉得他们都就是要去涉猎。然后呢，你就是要挑那个音乐方面呢。如果你是小 baby， 你从小要让他听音乐，太刺耳的重金属啊，那种高分贝对他们耳膜可能不好的，那可能就不要。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爸妈听得舒服。然后他觉得好听，然后这个如果是有唱到歌的话，那歌词它有正面的意义，然后一起听。对，我刚刚有说到说，刚刚蒋老师他有说到说，亲子互动是。那我们的专辑里面呢，为了怕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样亲子互动，该不会有教导吧？对，我每一张专辑附注说明，你那一张也有，是不是？里面呢都会有一段像是。大人的话这样子的东西，对，这大人的话呢，就是所有的专辑的这个册子呢，我们会把它就是说它一本教本或是一本小绘本不为过我懂了，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在跟大人说你要怎么样引导小朋友去听这首歌，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样衍生运用这里面的歌曲所以它其实是不只是一张音乐专辑，它其实是一个教材，对，因为里面有给大人的话，然后就是让大人先了解之后，对，然后我要用我的方式消化了之后，再跟小朋友互动，对。然后你刚刚有问到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封面都这么可爱？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绘本的概念。是，对，因为小朋友其实对这些画画都很敏锐，小朋友很喜欢画画，他不管涂鸦什么，他就是喜欢，对不对？那好，老师，我们讲的是譬如说学龄前的小孩或者是就学，我也很好奇，我要替电视机前面有一些怀孕的妈妈，要问你们了，我怎么选择胎教？有人说胎教音乐很重要，我跟你讲，像我在唱歌，我以前在唱歌，我的歌迷都会带他的小朋友来听我唱歌。很奇怪的是，她怀孕了，然后小朋友生下来她没有看过我，可是她如果哭闹，我一走过去跟她说话，她就安静。你这个歌迷一定长时间在听你的音乐，因为呢，其实胎教音乐呢，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面，隔着羊水，他听到的是妈妈的心跳声。是。可是其实你在外面放音乐给他听，他听到的是我们从这边现场2个房间以外的音响在放，那种模糊。我懂了。所以他要你的音乐要能够让小朋友去记得的话，你除非
透过特别那种有一种专门放在那个肚皮上面听的，或者是说妈妈每天听，长时间不断的听，要不然小朋友能记忆的是非常有限。所以我常常在说，其实胎教音乐呢，有一半是给妈妈听的，它主要是让妈妈自己的心情去平缓，然后舒缓，然后小朋友其实是连着的，对，小朋友可以感觉你心情怎么愉悦了。然后同样的音乐，你胎教的时候听，小朋友出来之后你继续听，就会有那个效果。那我还很好奇，就是说去年这么多年做下来，有没有特别同学啊，或者是你们的学生啊，这些小朋友给你们的回馈是什么？来，总监回馈哦，监制说一下。其实回馈这件事情，在每一个小朋友的脸上，他在每一次的音乐会结束，或者是新子老师的签唱会或代唱会结束，你看到他们很兴奋，然后都在跳同样这样子的舞蹈，或者是甚至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回家在跳的那个影片，其实就很满足了。就做这件事很值得。对，我们有很多家长，他们就是都会录小朋友唱歌的影片给我们听。那我特别要讲说，因为我们今年呢，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些赞助企业的关系，他们就是有让我们有机会去帮一些弱势的家庭，把音乐带给弱势的家庭。这些小孩不是像来听音乐的小朋友，可能已经听我们音乐听熟了，他们是可能第一次听，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很漠然，一开始就很漠然看着你，想说你这到底是儿童音乐有多幼稚这样。然后有一个大概14、15岁的哥哥，他从头到尾就坐在后面，然后我知道他是弱势家庭，然后他从头到尾就带一个很冷漠的那个，然后到最后我们教最棒的就是你这首歌，我们有就是做了一个自信舞来教大家唱。他就突然整个人站起来，然后活了起来，对不对？很开心的就跟着我们一起跳，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孩子的脸从一开始那种冷漠，就是好像他就是没有得到爱的那种感觉，到整个后面他是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我有自信的这样。然后后来他来找我签名的时候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很喜欢跳舞哈，你刚刚跳得好棒哦。然后我说谢谢你，最后还是有站起来跳舞。你知道他整个脸就这样笑开，对，那个笑，我觉得那是你们最大的能量，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对，到现在都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回馈。好，这个活动这明天就开始了。是，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场次，好不好？我们8月6号呢在台中，是，然后8月13、14呢在高雄，是，然后不是讲错了，8月6号在台中，然后8月13、14在台北，是，然后8月20、21在高雄，然后9月10号、11在新竹，是，所以从8月6号到9月11这么多的场次，欢迎大家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再次谢谢2位老师，时间不够，我希望整个巡演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好好聊聊这一次所有的活动，好不好？谢谢哲伟哥，谢谢你们。好了，赶快参加活动，在活动之前，我们要好好的运动一下，不要走开。